冇使我個記錄3毫紙，你哋係咁錄得的。不管多漂亮的女生，回到我們湛江，這些動作都是回到湛江打包是必須的。必須要打包。又到了1年1度當中最緊張的時刻了，2個婦女在紛爭。哇，這個美女非常聰明，搶得了一盆燒鴨。等我幫你撇。喂，嗰條係你撇落你啦，唔再講啊。那肯定啦，吃只是形式，打包才是真正的核心。冇使我個記錄3毫紙，你哋係咁錄得的。不管多漂亮的女生，回到我們湛江，這些動作都是回到湛江打包是必須的。必須要打包。阿明師話俾我清楚時間。我只有1年幾嚟㗎。係啊，笑死我啊！係咁嘅咯，我而家就係咁嘅咯。係就係咁。我望你嘅老仔啊，我望你啊，你咩啊？但係我贈呢位乜事咁好嘛？隻佢咪係豆嘅嘛？敵區咪啊走？敵區啊？呢種嘢嘅。這邊還有一周還沒有吃啊，我們這邊一般會預留多1周出來，就有時候朋友來了就可以坐上去吃。我喊啲扣肉100哦。哦，是啊，銀碟麥我冇。冇要都要啦，係咪咁分啊？你唔好拍我。時間分嘅。冇啊，擺緊嘢又倒落去啊！嚇，倒落去夾乜嘢啊？你倒落去啊仔！嚟，三姐煎鹽啊！三姐夠煎鹽喎，夠煎鹽啊！1毛條一隻兜啊，車搭去喎。我呀，你吧。你拿條扣。酒肯定愛咯，酒愛，酒冇。小酒妹，他沒有。沒事。沒事，這裡沒事。來攞嗰隻一種，嗰隻係啊車種。行啦，你吧，撞兩句啊。撞兩句啊，就會個頭就喺度就會冇。扣咗就個頭啫。好呢，得啊。唔係呢間啊，小果。mà khâu trong mày đâu chưa? Ăn dậu thì đó. Hả? Cái